好听哦。还是弹错了。没关系啊，其实也听不出来。啊，刚刚你们都在地上，早知道要拿我家的草席给你们。但是飞机不能带这样。好，接下来带来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这样。老歌。那我们等一下中间，广告一下哦。中间我们会有那个什么呢？贩卖那个什么是那个吗？我们蓝星乐团有不小心有做衣服了，然后上个礼拜突然发现，我们也有做包包这样。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老主现在穿的这个衣服，耶，给他拍手一下。对对。在胖的人都可以穿的衣服。他有卖原味的。这件2000。使用了。然后我们会在哪里去了？啊，反正就找得到我们了，中场这样。然后开放，如果大家有买的话，我们会什么呢？签名。欢迎签名。讲话嘛，讲话。现场还有贩售独立巴拉红爱的单曲。我刚凯哥讲说他忘记复制那个。哦，是啊。他忘记那个。哪个？所以下辈子啦，知不知道 ？OK， 没有他们来不及弄那个 CD 了哦，下次了哦。没有关系。但是有其他东西就是这样啊。OK。好，带来这一首歌。老歌。老歌，很老的歌。老主介绍。原住民的心声。好。这首歌很好听。这首歌真的很困难，困难介绍，是困难介绍。这首歌曲是以前我们一个前辈，他的音乐团体叫做 A 麦到天亮原音社，有听过的举手。哇！好，这么巧。这首歌呢，就是这个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啊。这首歌是由我们的前辈达格闹所写的一首歌曲。然后，其实这首歌对我们来说影响蛮大的，因为那个时候刚刚玩音乐的时候，不知道创作是什么东西。然后，其实写自己歌，从自己的土地出发，从自己的身上的环境出发，从自己的生长环境出发，生长环境出发，所以写那个歌是最有味道，然后也贴近自己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下一页，我在报告，突然紧张。我觉得我不能讲太久了。然后呢，怎么没有下一页呢？这首歌叫做《原住民的心声》，然后它是用那个河洛语说的。河洛语啦。够专业了。我们先热身一下讲台语好不好？不然等一下。刷落来这条歌。叫做原住民的心声。水噶。这条歌是大家所写的。用手写。不是他。手夹卡。弄豆卡。那也不弄。原住民。好，开始。
谢谢。